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大家文克路583项的住户，当年拢是食地下水，但是地下水豆豆啊反流，加上旧年拄着大旱，水井已经抽无水了。家在议员争取着经费，最近就会当牵水道管食自来水了。 工程人员无用台讲线，大家去文克路583项有真济户民众，长期来拢用地下水，因为地下水是愈来愈落，尤其是拄着旧年考旱时，古井抽无水，不得已只好去买水来啉，真无方便。无自来水，饮用的水只好咱是来这条做卖水站来买。 民意代表邀请相关的单位到现场会勘，并且向市政府争取到268万的经费，顺利伫8月底开始代工线。有国财署、有农水署的土地，我们做了很长的努力以后，才得到他们的同意。自来水公司嘛表示讲，这摆工程总长度有600公尺，估计上紧10月中旬就会当完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